外部約束下，中國硬實力嘅3個關鍵信號，普通人點樣自己睇趨勢？開場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Will 叔。最近好多朋友問，美國加關稅、技術封鎖、地緣摩擦，中國硬實力到底係升定跌？問題好大，但答案可以好簡單。今日我哋唔講立場，用3分鐘拆解3個普通人都能追蹤嘅關鍵信號，睇下點樣自己睇趨勢，唔好被標題帶住走。第一部分，先釐清一件事，30秒，咩叫硬實力？我哋今日聚焦3樣維度，核心指標，點解重要？創新力、研發投入、專利質量、技術轉化，決定未來10年嘅競爭力上限。產業力、高端製造佔比、供應連韌性、自主品牌，決定當下經濟嘅抗風險能力。規則力、國際標準參與、關鍵組織話語權，決定長期博弈嘅制度成本。一句話，硬實力唔係有幾多錢，而係有幾多不可替代嘅能力。第二部分，3個關鍵信號加普通人追蹤方法，90秒。信號1，研發投入質嘅變化，唔係量嘅增長。點解重要？中國研發投入總量全球第2，但高價值專利佔比、專利轉化率先係關鍵。外部約束下，卡脖子領域嘅突破進度，直接影響產業安全。普通人點樣追蹤？數據來源、查詢方法、追蹤頻率。國家統計局科技統計年，官網統計數據科技創新，每年1次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WIPO 搜索 Global Innovation Index， 每年7月，科技部揭榜掛帥項目清單，官網政策發布重點專項，每季更新。關鍵問題，研發投入佔 GDP 比重係升定跌？高價值專利發明專利佔比有冇提升？信號2，高端製造出口結構嘅變化，唔係總額嘅波動。點解重要？出口總額受其影響大，但機電產品佔比、自主品牌出口佔比先反映產業升級。外部約束下，供應連續風險進度，決定中國製造嘅不可替代性。普通人點樣追蹤？數據來源、查詢方法、追蹤頻率。海關總署月度統計，官網統計數據進出口快訊，每月15號左右。商務部中國外貿形勢報告，官網政策發布研究報告，每季1次。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，官網行業數據細分領域，每月更新。關鍵問題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速係咪持續高於整體出口增速？信號3，國際規則參與深度嘅變化，唔係數量嘅累積。點解重要？參與國際組織數量唔等於話語權，關鍵係標準制定、規則主導。外部約束下，中國能否在新能源、數位貿易等新領域建立規則，影響長期博弈成本？普通人點樣追蹤？數據來源、查詢方法、追蹤頻率。外交部中國參與國際組織情況，官網外交政策多邊合作，每年更新。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官網，搜索 China 加 Technical Committee， 每季查詢 RCEP、CPTPP 等協定進展。商務部官網自由貿易區服務網，事件驅動。關鍵問題，中國主導或深度參與嘅國際標準，有冇在關鍵領域如 5G、電動車、光伏形成實際影響力？第3部分，3條普通人絕對不能碰的底線，45秒。底線1，絕不將單一指標等同於整體實力，例如專利數量全球第1，但高價值專利佔比仍落後。追蹤時要多指標交叉驗證，唔好睇一個數就落結論。底線2，絕不將短期波動等同於長期趨勢，例如某月出口下滑，可能係季節因素、基數效應，唔係結構性轉折。至少觀察連續3到6個月嘅數據序列，先判斷趨勢。底線3，絕不將官方數據等同於無需驗證，官方數據係基礎，但要結合國際機構、世界銀行、WIPO、
IEA 交叉比對，理性吹水嘅前提係信源多元加邏輯自洽。第四部分，3個清醒認知，30秒。一信號唔係答案，3個信號只係觀察窗口，唔係確定結論。認知升級嘅核心係學會與不確定性共處，而追蹤唔等於預測。普通人嘅目標唔係猜中未來，而係建立判斷框架，加及時調整。3外部約束可以係催化劑，技術封鎖倒逼自主創新，貿易壁壘推動區域合作，關鍵係內部如何回應。結尾 Call to Action 30秒 Will 叔的小總結：世界唔係因為數據唔夠而迷惘，而係因為框架唔清而焦慮。下次見到中國硬實力相關新聞時，不妨問自己3個問題：一、呢個數據屬於創新、產業、規則邊一個維度？二、係短期波動定係趨勢信號？三、我可以用邊個公開渠道自己驗證呢個資訊？理性吹水先有營養，看清信號先有選擇。片尾，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幫你理清了一些思路，歡迎訂閱頻道，一起當個理性思考的夥伴。留言分享你的看法，但記得不情緒化，不盲從，有交流才有收穫。得閒飲茶，我是 Will 叔，我們下次見。影片資訊卡，3個關鍵信號加追蹤清單。信號維度，核心指標，官方來源，國際比對來源，創新力，研發投入佔比，高價值專利佔比，國家統計局，科技部， WIPO， OECD， 產業力，高端製造出口佔比，自主品牌佔比，海關總署，商務部， Uncom Trade， WTO， 規則力，國際標準主導數，關鍵組織職位，外交部，標準委， ISO， ITU，World Bank。仲要提醒，所有數據請以官方發布加國際比對雙重驗證。追蹤頻率建議：月度看波動，季度看趨勢，年度看結構。普通人無需精準預測，只需建立框架，加及時調整。今日就可以開始嘅行動：一、收藏海關總署官網，設定每月15號提醒查進出口快訊。以下載 WIPO 全球創新指數報告，睇下中國在知識產權質量指標嘅排名。三、問自己：我最近睇到嘅中國實力新聞屬於3個信號邊一個維度？